那边的朋友，哎，怎么又上去下来，请快，慢点下。你看，刚刚才说完，大家维持好刚才开始的那个状态，咱们一直到最后就一点问题都没有，对吧？来，前面的朋友，咱们再稍微蹲一下，哎，谢谢，这最后一场，来蹲一下。东北的大成现在在北京，东北的哥们儿铁岭的对阵来自广岛的 Kazuki Rock。都是擅长footwork。谁也别惯着谁啊！虽然他听不懂。掌声怎么样？来看看裁判。我看出来这俩哥们儿都在留招，因为这也是战术之一，但是看谁把握的比较好了，我们交给裁判。Judges 3, 2, 1 Kazuki Rock， 谢谢。同时把掌声也送给大成，给他们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，咱们是16进8，5分钟一场。